唱两条歌。我毋知恁捌唱过即条无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我最爱即条歌吼，就是讲，无论你伫倒位，你过去熟悉的兄弟姊妹，嘛会当伫真远的所在继续做你祈祷吼。即个歌词内底，我感觉我真感动的，就是伊内底有讲一句讲吼，耶稣知影咱的艰苦吼，将咱的名吼放伫别人的祈祷内底安尼啦吼。我忘了咱这个歌词。OK， 来，咱来唱看卖啊吼。When it seems that you are correct. When. OK， 见。OK。来嘛哈。好来，给来，你动先吧。我上介即个人吼，就是讲，He'll speak your name to someone in prayer， 就是讲，有足侪人咧替你祈祷，不但是你甲人无用人替你祈祷，上帝嘛亲自兴起足侪诶祈祷的勇士替咱祈祷啦吼。咱病听好啦，是讲亲像。后面后生咧找工作，咱替伊祈祷，咱有足侪代志，咱会当先祈祷，用借着祈祷会当安尼，互咱坚强，倚靠上帝安尼吼。来，搁对头过一摆。When it seems that you pray, you say it's so hard, and your tears fall like raindrops. All the day long, you speak your name to someone in prayer.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咱的圣诗346首吼，迄个无史上来的圣诗啊吼。我定定伫台湾咧带迄个圣母地粉的，若是迄个敬拜赞美训练，我拢共问即条，你哪怎唱吼？啊，因为逐个人拢因为第一句的关系，敬牛好歹是主所定，所以即条歌吼唱敢若靠调啊咧，足慢的啦，吼足慢的吼。啊，即条歌你注意看吼，伊是迄个一个小节内底吼有6个8分音符，啊，伫教理顶悬讲吼叫做2大拍，是2个3拍子，吼，啊，所以唱起来应该是吼，嘣恰恰嘣。恰恰，啊！即条歌就有力。咱若看副歌，咱看副歌歌词吼，上帝咧照顾你，踏即块路，踏即串路，上帝咧照顾你，上帝了，这有气力无？这有气力的吼。伊是咧讲，你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但是上帝咧照顾你安尼吼。啊，阮囡仔足细汉就拢会晓唱即条，啊，拢会背吼。阮定定伫车顶着唱诗歌安尼吼。好，来，咱来唱一摆啦吼。无一定爱唱迄一寡新的歌啦，因为新的歌有足侪拢是吼，短短歌词啊重复个30分钟安尼吼。啊，像其实圣诗像即种的副歌，会当做敬拜赞美，做混音的啊，吼，迄是咱唱唔对呢。天有何白，咱唱到要死去安尼吼，迄是咱唱唔对的吼。啊，咱对头过一摆好无？哦，咱怎啊做几来？哎，是天有何白是主所养，上帝的照顾你，养出心的温柔坚强，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到一个。
在伫白手术，阮用这个时间，阮会当组织做伙啦。啊，阮期待阮会当对这个社区台湾的移民开放。但是阮还佫需要努力，阮求主你继续来帮助阮，阮继续来伫这个甘关的台美的社群中间来拍开门，阮渐渐会通甲遮个人连结，甲遮个人有熟悉。阮仍然真欢喜这个机会，要听Peter 来分享伊家己的移民的经历。伊怎样来决定伊头前的路？怎样来甲你来相甲行？阮知影，阮任何状况、任何生活的情形的下面，阮拢需要继续来面对你、关靠你，要对伊所甲阮分享的，得到一寡刺激，得到一寡伊人生的见证，阮将下面的时间来交托伫你手中，阮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好。伊的名吼叫做李木平啦吼，小可解说伊的名。伊无顺利咧怀孕的时阵有迄个落体的现象所以迄阵医生足照顾吼。伫遐咧就想讲要号什么名吼，想足侪组的人吼，想到拢到尾想讲伊若一生会当有平安吼，就好啦。所以用可慕平安的去号因两个兄弟仔名，所以是无平甲无安啦吼。这个是因无。因无摸谈着，有人念读做摸，因阿嬷、阮妈妈拢读摸平啦，无啦吼，因无平安啦吼，所以这就叫做因的名呢吼。早因伫2分钟啦。OK， 伊伫小学6年毕业了，对我来美国。几年了，阮才发现讲，其实因两个，因为我无准备要来美国啦，是一个真意外的机会来吼，所以因伫台湾无准备咧补英语，来是语言拢有一寡 struggle 吼，所以我本来是想讲会当甲请伊来。分享安怎经过来，安怎去决定伊即摆要行的这个人生的路，咱就时间交互伊啦吼。我台语啊。我台语我讲袂出来。你讲台语。你高三的拢会使。中我英语可能小记。成功社会啊。你要帮我往后啊。好。所以我即摆伫咧 Regis University in Denver，读迄个我哪讲 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福建。福建的医术。福建是福建。福建的医术。所以我今仔跟讲一寡从小到大的故事我生命的故事希望是 more conversational， 就是像聊天一样，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所以我伫台湾的时阵开始，细汉的时阵我跟弟
这生黑上面拢算啊。升到对面了，升。爸爸妈妈我真侪机会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个超好笑。读到小六，哦，你来了。小六的时候，我们2年的英文课，啊，我进去英文课，我想说，从来不想要去英国，英国听起来蛮无聊的，所以我没怎么认真的读英文。Next thing you know， 来到美國上面袂晓講。其實就開始來這先困難，因為第一不是我的選擇，第二我什麼人也不認識，然後我所愛的人啊，什麼愛的東西都留在台灣啊，大家先放着吧。來大家學習，就開始改，就很奇怪，他教你英文的人也只會講英文，我也不會講英文，所以第1、2年都蠻困難的。7年級、8年級那個中學的，那算是簡直小孩很壞的，所以我感覺就那時候對我的自己的信仰是比較 challenge， 然後感謝主，我自己有自己的機會尋找到我自己跟上帝的關係，然後從那裡之後，我自己有自己的成長。I'm terrible。I'm terrible。哦，因為拍誰？我台語講袂出來。OK， 所以我來個遮英語，大概因為我最愛講話，我做找上面人讓他講話，聊天聊，不知道怎麼還有朋友就是講話講不停。我開始拍球，因為我迄時做街拍上，就是很喜歡打架，然後人家叫我去打足球，然後我拍球了，有真好的朋友，因就是拄仔講我袂曉講英語，用無要緊，就是兄弟聊天安尼，對遐開始有人甲我帶轉去 Good Shepherd Lutheran Church in Irvine，底下有機會，我變成 Northwood Football 的隊長，轉去到教會，底下唔是爸爸的教會，就無人的教會，有機會就是變成我的信仰變成我家己的，唔是我看我爸爸媽媽的信仰。到遐了我做 FC 的 president， 我有機會就是我解說一下，伊 Northwood High School 吼有500個學生的一個團契，伊迄陣做主席弟弟做伊迄個 co-worker 安尼。就是有人 push，
我牧师迄时阵牧师对我真好，伊知影我无啥想要做这个代志，佫是叫我讲我相信你会当做这种代志，所以我这一生有真侪人安尼甲我帮赞，讲我相信你会当做这个代志，互我有机会家己去成长，家己来做这个事工。往下继续，高中毕业，歹势，高中毕业了，我读考 Lutheran，你刚去了 slow 迄个，这个是的，你 slow，你不是有个 slide？哪一个？我讲我去大学的那个。你大学的，在左边。哦，今天做然后。所以当然讲有人带我长大，像我妈妈、爸爸，我真侪牧师，我真侪朋友，我有真侪做好的人伫我的生命来甲我刺激啊！像我小时候妈妈生日的时候，妈妈教我是不要自私，家己的生日去找这个伫个 newspaper 看到嘛，的人，嘛唔知伊住喺倒个，就去因住喺个市区问去找着这个人，摕红包互伊，就是他们坐，他们聊天。我这现在8岁9岁，我唔知我啦。差不多。我即摆20岁，就是我一直拢记得即天，就是妈妈用自己的生命，无讲互上面人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天要来帮助人，而是自己的日子，因为 birthday is your day， 所以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刺激。OK， 可以继续了。已经讲完了。那你调伊啊？我讲完。教会服侍，我感觉是重要的，但是我感觉我细汉的时阵服侍，毋是因为我家己要服侍，是因为真侪教会人讲哦，你是牧师的囝，你爱服侍。是事实啊，我嘛。即摆我做真侪服侍代志，伫咧无共款的所在。但是即摆是因为我感觉我要服侍，我感觉上帝有互我即个机会来服侍，我要来服侍。It's very different。就是这心里的，我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我做共款的代志，但是我的心来做这个代志的心是无共款。这是我好像17岁的时阵，17岁的时阵，咱教会牧师甲我讲，你下礼拜来讲道好不好？我讲你讲什么个？因为我今日我听你去我伫咧迄个 FC 的时阵讲的。伊讲我看阮教会人主要听这个故事，因为阮教会迄时阵，你若看后壁全拢是白人，因为毋知影我故事，嘛毋知影讲阮教会年轻人有真侪是毋是白人，有无共款的生命，无共款的 experience。就互我机会，你讲好，互你讲你讲完我过来把你 finish up。我感觉伫个 Good Shepherd 嘛是互我真好的栽培，因为因无看着我讲你无共款，你无所谓囡仔你爱做这做啥，伊讲伊是看着我讲你想要做啥。
上帝想要互你做啥，但是因为我真侪机会要做我所要做的代志啊，伊嘛真 support financially in prayer。我伫遐做小孩的辅导，怎么讲？这无共款的，所以我起厝做这啊用医学、食物，细汉的时阵我是就是comin做伙做代志啊。接下来这前2年呢，我带了2队不一样的队去Ecuador，阮这个他们一个 Kids Around the World 来做志工这个 logo， 所以阮这有像clean water filter， playground builds， 去几间教会啊，就是我讲这个阮伫遮做的工课我家己的 experience is very similar。因为我伫遮去无共款的所在做的代志，毋是讲我感觉我会当互你的物件我来做。阮是看伫遮看伊有啥物需要，甲遮 leader come in conversation What do you need here? And then 我去到遐时阵做因所需要的代志。我感觉对年轻人栽培是应该同样的 idea， 因为大家人上帝互咱的有无共款的礼物，无共款的 gift。甲因讲你拢爱输气嘛，是拢爱唱歌，是拢爱做这做啥？我感觉，毋是歹的代志，但是毋是上好的方法来做这。我感觉这个小孩，上帝怎样的把他 gifted， 我们可以怎样利用这样不一样的小孩来做这件事情？利用说错了。Utilize? I don't know. Next, please. Keep going. Keep going. 我本来想讲这是我其实可能囡仔伫遮，但是我感觉我选择 school 学校的时阵伫undergrad Cal Lutheran， 然后即马伫 Regis University， 共款的。我有机会去做有名的所在，然后我感觉做时阵台湾人来伫遐，讲你爱去 Harvard 或者去什么 Ivy League、UC， 真是对我来选择的时候，我选这学校是对我来讲比较适合的。我可以去非常好的学校，很有名的学校。我感觉我去到 Cal Lutheran 做小的学校互我真侪帮助 financial， 我还是读好的，我还是申请到 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programs， and then 我还是可以选择。重要的是，我感觉来到美国了，你就是有足侪人就是想法，佮是看台湾的时阵共款。你来到美国，干脆就让小孩有一点也不是说自由，就是 fit into the culture a little bit。我感觉那个自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像我爸爸妈妈对我做伙，我家己去家己教会，无一直靠伊做伙。我找着家己靠上帝的关系，因为我有这个机会让家己去靠上帝有这个 relationship。我家己的选择，我要去，爸爸无甲我问讲我要去倒，无甲我 input， 讲我爱去遮去遐，我找着家己的学校，找着家己的信仰，找着家己的对台湾的爱，想要转去台湾，做这遮的物件拢是我家己找着，我感觉来到遮，a little faith in the kid is important。我真感谢就是我家己有这机会来找着我想要做的代志因为是我家己跟上帝的关系了，I try a lot harder with what I want to do，
然后我感觉我做的代志较好，因为是我感觉上应该我爱来做的代志，不是别人甲我讲我爱做的代志。Next please， 可爱。Next please， 为何想要进入医学？是我感觉做好笑的是，我一直讲这个自由家己选择，啊，我选择读这医学，变医生好像就是 classically what people want when you're an immigrant。很多，如果很多台湾人移民来到加工，哦，你做一个医师、做律师好了。啊，我家己选的这路是我家己用去讲，我讲有一点点好笑，但是我是看到人帮助我妈妈生病的时阵，啊，我伫我的服侍的时阵看到人安那帮助，我感觉这是我可以做这个事情，I can be very good at doing this。因为我做爱跟人讲话，我做爱跟人沟通，啊，我真想要做有，毋是讲有意义，我想要就是逐工咧做工课时阵讲，可以回到家觉得哦，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啊，对我对science 的 interest， 然后想要帮助人，看到人帮助妈妈，帮到人帮助我爱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路，所以我选的路。他们弟弟选的路真无共款，但是我感觉伊他们选的路拢是好，拢是上帝所好的路，因为我感觉有时阵咱来到这个国家 ，success is defined as how much money you make， 你有钱无 ，right？ How popular are you？ 有这几个代志讲哦，你若这厉害的话，你就是 successful。娶个好的 wife， 有钱那你就 successful。但是 to me that's not success. I define it as did I make a difference today？ 我今仔敢有帮助你啦。我若话我感觉我是成功的。对我来讲。我是感觉上帝嘛是安尼来想，我上帝爱阮，爱着咱，咱有去爱别人，即个爱看起来是无共款的。是我来爱人，上帝予我爱人的方式，跟妈妈、跟妹妹、跟阿伯拢无共款。但是我感觉你若听着上帝话来做这的代志的话，你就是成功的，你就是 successful。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讲，移民来学习到这样变成这样的想法，其实 it's a very long road. But I think it's a good road. 我要一个往后嘛。我有真侪机会，到无共款的世界无共款的所在。因为对我来讲，我感觉这是我的成功。我真正有做一个 blessing， 因为我的学校你看的 picture 里面这 jersey 那是我的高中的，我 high school 的 jersey。这大人咧穿的这种的，这我大学的。我感觉美国有歹嘛有好的，但是我感觉做好的所在就是。你若想要做啥物代志，你有法通做。我有做一个，我去到这学校，伊看到我做的代志，世界做的代志，伊嘛想要，然后say be a part of it and support me in doing what I want to do. And 我感觉，咱若做啥物代志。Well, it doesn't matter. 但是咱若做 with 100% around us, there's so many resources, and we're able to do what we want to do. That's please. 我补充一下啦吼，就是讲伊
伊去厄瓜多尔mission 转来的时阵，伊去学校甲教练分享，甲老师分享啦。啊，你看美国因咧穿因的迄个 uniform 吼，几年了，拢爱总换，换来了吼，拢单调啊。啊，所以伊讲，啊，既然你有咧做这吼，伊领无衫通好穿，无物件吼，伊讲啊我关互恁，恁炸过安尼啦。所以伊伫高中还是大学的时阵，教练拢甲这物件 provide 互伊来炸去。我到大学了嘛，个是介绍的是大年拢送我，讲 Peter when are you gonna come pick it up？ 然后有这是伫咧大学的机会，我这个 Special Olympics is special needs children， 我们在大家来讲。咱一般环境做残障奥运啦。对啊，我做这个就是阮 coordinate， 我伫咧大学运动员来个因就是这就是大学附近的全部的 Special Olympics athletes 拢来到阮学校，阮做就是 coach 啦，教练，阮做教练就是一个周末做他们的教练，免费。我刚刚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来服侍，就是社区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可以服侍。这是我去这夏天去台湾的时阵，分享我伫咧埃国做的事工。听我讲台语就知影，我转去到台湾，这个牧师星期六晚上我说你明天讲道，我台语都唔知安怎讲，惊死。但是同款的物件，牧师知影我有这个 ability，and then she gave me the resources to be God's tool to share His love。很多人相信我的能力，我觉得那是我生命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有真侪移民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我感觉比我较聪明，比我较有能力，但是伊无真侪人来相信伫因的 ability， 所以伊无机会做我所做的遮个代志。我感觉是可惜，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我若做医生的时阵，就是要，我感觉真重要就是栽培伫个囡仔较无 resources 的囡仔身躯顶，因为足侪有 ability， 但是无这个 accessibility。我感觉教会真重要的就是like bridge that gap，right？ 我 Good Shepherd， 我进前去第一个到第二个mission trip， 我无好钱，因就讲你有心来服侍，你就去。我感觉教会有这个 ability 来做这个代志，毋是讲爱来做同款的代志，但是就是咱有这个 ability to provide and tell a kid I believe in you and you can do it。然后我感觉教会就是我家己做基督徒的生命来讲，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所以现在我伫 Regis University， 读3年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所以即马我来到这个学校，我真欢喜我选择这个学校，因为我有几间会选择这间特别的是对 service，they're very into service，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第一年的，这在学校大概3个月。来去到这个叫做 health fair，Denver health fair， 所以较无钱、较有需要的人会当来 ，then we want to 一堆的不同款的 screen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所以
我有机会就是继续来做服饰。That's kind of it for me. 我就想讲，因为我唔知影对款人来，我唔知要讲安怎的主题，所以我想讲你若有啥物 questions or whatever, I'm open. Yeah. 可以吗？可以。对，是啊。The question. Go for it.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realized that you really wanted to serve God, not because your parents are Boksu? Mm-hmm. When did you realize that? High school, I think sophomore year of high school. Yeah, but I think it was important. I had all the tools to serve in the church before then, because I knew how to do it. But I think the change in heart didn't happen until high school, when I decided tha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urch, maybe. Was it kind of building up slowly, or Yeah. was there like a bell or something that just kind of happened? I think there was a sudden, like, I don't trust the church, and then it's slowly building up, seeing Christians live out their faith. And then one day I was like, yeah,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 don't think it was that. I think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the tools that I had growing up and the ability and like being comfortable with the church, combined with now realizing what a Christian life can look like. Because I think growing up in the church, I saw a lot of things that weren't consistent with what people preached. And outside of the church, I saw people that were living lives that sounded like what they were preaching, and I was like, yeah, that's more like it for me. And then coming back to church is a lot easier to accept that, like, I know I'm not perfect as a Christian, and other people are not perfect as Christians, and then kind of navigating that. Before it was more difficult because I viewed it as these people are telling me how I'm supposed to live, yet they're not living that way. So I think it was, how I lived wasn't very different, but how I viewed it was different. I don't know if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我小解说，你今日问这个伊的 background 吼，我之前伫尔湾一间 Lutheran Church 做细，嘛是做细间的，比较较少人。迄个教会是迄个 Good Shepherd Lutheran Church 的 facility。咱10几个教会会友，所以咱无 use 个。我讲无，我带恁去问迄个 youth pastor， 看恁会当参加。youth pastor 一看伊去尔讲 yes OK， 恁就来。所以伊就加入啊。到我离开迄个所在了后，伊要继续伫遐来参加迄个团契。迄个 youth pastor 对因足重要，伊真正是足关心因家训练，对因来讲有足好的心理辅导啦。我想这个部分拄是当因在 struggle 的时阵，对因来讲有足大的帮助。伊伫2016的时候离开。伊即摆伫Seattle，但是我大学时阵伊袂离遐，我即摆伫Denver， 伊嘛就是伊即摆住伫Washington， 但是伊逐个月嘛是敲电话互我关心，因为伊跟我关系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上帝爱伊，伊来爱我，伊毋是讲伊是我牧师，所以需要做遮个代志。我感觉是足重要的。我看着真侪人做听完的。伫一个时间我因无需要来听我，但是伊真正做听完，迄是一个原因，我感觉一个足大的原因，我感觉我家己想要来做遮个。
think I had several great mentors. Yeah, throughout my life in different stages, play different roles. Even today, yeah, for sure. And I think having great mentors makes you want to be a mentor to other people. And that's kind of where I'm at with my life. I still need my mentors, but I think I can be a mentor to others. An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if you've received and if your cup is filled up and you don't let it overflow to others, I think it's pointless. vừa nói mà Yeah, or parents, what kind of advice? What kind of advice? I think it's difficult for parents to let go. 你讲就。懂了吗？我刚刚你父母有时候觉得，特别是你移民的时候，你很保护你的小孩，所以就受很多掌控的 control。我刚刚你来到这个国家是为着你的囡仔嘛，对吧？我感觉应该是要互因有机会伫这个国家的成长。所以 letting go a little bit, I think is important. 放手就是不是讲就互伊做 whatever, but 互伊有机会寻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自己 like find their niche. 因为我唔知，因为担心啊，我去做啥物换歌，还是我有要转来教会无，还是我有有一个台湾人的爱，是安怎？但是我感觉阮爸爸妈妈就讲，互我一点点的自由，我真正有够自由，我家己嘛是找着我的路，找着家己的教会，找着家己的信仰。我嘛无感觉我变成真美国人，我感觉我真台湾人嘛真美国人，所以我感觉相信家己囡仔有这个 ability to find their own way.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You don't about parents or you freedom. Yeah, for sure. 那我可能讲你 parents 可以甲你管。哦，伊真管。细汉就是当然有管啊，就是伊袂讲哦，你爱做医生，你这个所在你爱读册，你爱来去。我嘛是有讲，嘛是会念嘛，但是伊袂讲哦，they didn't plan my life out for me, right？ 所以我无讲哦，你即摆遮读册，哦，你去伫个 Ohio State， 啊，你即摆去 Ohio State， 啊，然后来读这间，啊，然后你变成医生，然后你娶个台湾人，还是怎样？伊无对，伊无这种习惯嘛。那你说了，不是那就我你讲的，你 everyday life. Okay. Yeah. If parents come and they got spy focus on you, they I think okay. I don't know. Because Did you? they're too busy. Okay, 无时间管你。对啊，对。Okay， 放你家己去。是啊，有一点嘛。What I want to know is, what I tell you is like, okay, PK, right? Right. Pastor kids, 就是安尼个，做者 pastor，迄落牧师的囡仔，那毋是讲做，变成做乖哦。讲爱他讲爱 invest struggle， 但是做歹。我真侪牧师。But it's a lot of times it's because of parents either 無時間能教，還是你好教。But Right. Pastor, okay, what you gonna pastor? Yeah. Okay. Yeah. All right, but how do you fit that? I think they're not caring and afraid. Yeah. 伊讲因两个兄弟仔捌一届问我，作死就是问爸爸，阮到几岁你才无要甲阮出发？所以我拢有咧处理。唔是讲不 care or 不时间你want to生活，但是讲
像我弟弟要读啥，伊就读啥；我要读啥，我就读啥。I mean, it's not that. 你会当做你的，但是对啊就是爱跟爸爸妈妈讲，互因知影对对你是做对，啥。是有沟通，有栽培，一定是。I think that's a fine line. That kind of. 其实伊伫细汉的迄个相片内底，伊无讲介清楚啦吼，就是讲伫因两个，阮三个囡仔的成长的过程的中间，阮会提供阮的能力会使，互因去尝试足些啦，包括你讲美术也好啦，音乐也好啦，甚至讲伊个足当遐的吼，八关八家啊吼，伫无危险的情形内面，我拢会互伊去 try 啦吼。其实伊迄阵啊，伫大学2年时，甲我讲，伊要行 medical field 的时阵，我家己着惊啦吼。为什么着惊？就是因为因自细汉吼，伊的外公拢定甲讲，恁两个足巧的吼，一个做医生，一个做律师。伊拢讲nonsense安尼啦吼。但是伊家己决定行这条路，是我讲你之前是讲nonsense，你即摆行这条路。我意思是讲，我袂伫呢心上，袂伫囡仔心上去 complete my dream。我感觉这是足 dangerous 的一件代志啊。所以我会尽量放，阮家族拢学音乐的，你毋知阮查某囝无学音乐，足侪人感觉足无法度相信，阮家族拢学音乐的吼。就是怎样？就是我嘛袂讲去甲伊讲，你着爱学安尼吼，无你大概无会做安尼。我感觉这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迄落啦，所以伊家己去选择，伊家己咧行。我讲过来的路就是恁家己的，恁家己咧 take responsibility。咱嘛莫甲讲者，咱嘛无才调去甲伊负责任。我感觉 moving here is a sacrifice. Like 到这个国家是牺牲的。就牺牲啊！你讲所以我就你看我来到这牺牲那么多，这小孩跑去做他什么他想要做的。It'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to do, to let go a little bit.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因为其实我长大的时候我也不太晓得自己要做什么。有很多人希望我做这个做那个。我阿姨嘛要叫我做啥物兽医啊。所以真好嘞。拢是真好的代志，我毋是歹的代志，但是我感觉我找着我家己知影我要做的代志，我会是较好的复健医师，I'd be a better physical therapist than I would be a medical doctor or a vet or a lawyer. I'd be good, but I'm better at doing what I am passionate 你 about. 爱做当做。这较好，对啊。你能听伊讲嘢？你比我讲。So what do you see in your future? Okay. In my future? Okay, you've got to work so far. Okay, so what about you in the future? 你的goals是啥物话？我唔知I'm not sure what I'm gonna do in physical therapy. 但是我知无讲我做啥物，我一定会对我来讲 global health，global health 国际的医疗，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因为我看过人像台湾地震啊、台风上面有做者无共款国家去台湾，咱像墨西哥有啥物生病时有做者无共款，就是我感觉。感动是有人需要的时阵，有是一个人有愿意去做需要的医疗。对我讲，迄是我不管我做啥物，迄是一个一部分 always gonna be a part of my life. To going to different places. 美国advocacy in legislature， 所以法律的就是医疗法律的 advocacy 呢，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未来我不太晓得，I have a few that I kind of
am interested in.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learned this past summer. Is kind of 如果你愿意做神的事工的，神一定会让你做他的事工啊！我不太晓得到底很清楚的我去上面所在这上面的代志，那就我愿意来做这样的代志。So I hope to find out in more detail as I grow and as I get closer to graduation. Right now, I just gotta pass. 做是才结束考试尔吼，啊要转来安尼。不过伊伫迄个Good Shepherd Irvine 吼，互伊有足好诶机会，因头2档吼，教会足有计划甲因栽培啦，去埃国罗吼，啊第3档就叫做co-leader，第4档就放手会家己计划啦。啊，我感觉讲教会有迄个看见，我是不是有几摆去因遐去参加聚会，有咧80几岁吼，看到我就甲我揽的，讲我足喜欢恁囝，过来吼，我无在朝去宣教，伊80几啊，搁咧宣教哦，去迄个吼，我讲这话，对，啊伊讲过来吼，就换恁囝，啊叫免烦恼愈费，阮绝对会甲 support 安尼，伊迄个咧栽培青少年去服侍上帝，迄种诶心甲迄个热诚，你感觉足感动啊！啊，因足有计划性。Yeah, and that's one other way that I know I will do. 嘿，我伫高中、大学奖学金，我去做遮施工。所以当我有钱的时阵，我即晚真无钱。当我有钱的时阵，我会想要帮咱下一代，栽培下一代来去做遮施工。That's in the future. 即晚无钱。搁有无？无咱搁来甲第1条的歌唱一唱。这条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啦吼。我阵要离开台湾的时阵，进前一档我带教会青少年，嘛是20-30个吼，唱4部，去甲人分享吼，大家就真正彼此的感情真好，互相扶持安尼吼。我拄则咧讲的是咱无几个人吼，我特别讲一下讲。我上感动这歌词内底有一个吼，上耶稣伊care， 伊很在乎啦吼，伊个知影咱会担当偌济，咱担会起的。过来，伊将咱的名放伫别人的祈祷的中间。我讲这个诗写足水吼，上帝将咱的名放伫别人的祈祷。哦，这真正是伫主的内面，大家用听安尼，用祈祷三扶持安尼啦吼，就来咱来唱。All the day long,
你的心就要逼做两边，哦，迄已经是心破碎啊，吼，心破碎啊。当你心破碎时阵，上帝会找人为咱祈祷，吼，会将咱的名放伫别人祈祷的中间，吼。来，咱副歌一摆，吼，来。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 when it seems you're alone, then your heart will break too. Remember,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When you sing, that you pray, your strength is so gone, and your tears fall like raindrops all the day long. He cares that they know just how much you can bear if you lend to someone in prayer.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 when they say oh, and your heart will break too, remember someone is praying.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 when you say oh, and your heart will break too, remember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Remember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咱就来祈祷。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我今日去参加着彼得的牧养。阮在阮的人生有主你来看顾，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主你拢在带路，你拢在照顾，你的顾守。你也找济天使，真细阮的帮助，阮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来，互阮更较大的快乐来服侍。伫甘愿即个中间的大美人，是不是阮周边社区的人？阮为着阮即个呼召来献上祈祷，继续来对你的工作来行，祈祷到最后属于圣名，阿免。